位伫个永华体育园区内，台南市立自由车场占地大约15000多平方公尺。自民国59年兴建到现在，超过50档。对民国96年主办过全国运动会整修以后，就无搁再有大笔的经费投入改善。对此，自行车委员会透过立委林俊宪来申请，希望争取经费来改善。因此，立委林俊宪上午邀集中央体育署来会勘，希望朝向铁途重建。我看法讲，这蛮个整修啊！哦，你要50几年的场地啊破了啦，你再怎么整修都是浪费钱啊，这根本做不起来。唯一的啊，就是要最好的就拆除重建了。第一个，它的场地也不符合国际标准；第二啊，现在建筑物不止老旧破烂了，而且是违法建筑。哦，这起来跟各党人家疏勇哦，这个实在是这个早就要改建了，为了拖到这久。那对于这个自行车这个单项运动的推行，这当然是真大一个伤害。现场包括市府体育局、体育总会、加单项的委员会，以及议员蔡小伟、林依婷、加李启伟，嘛拢到场关心。因认为台南市立自由车场是台湾当初设立第一座的专用场地，不过因为场地内建买并无建造加使用执照，而且当初400公尺的赛道。嘛，甲目前国际标准250公尺无符合，因此中央嘛建议铁途重启。以整善跟重建我们体育署的立场当然是重建。为什么？虽然重建钱比较多，但是可以一劳永逸就像刚才我们立委很专业的讲你修补那场地也没有办法好，而且不符合国际的潮流所以我们体育署的建议是。依照国际的潮流，就是250公尺的。那这样未来我们的台南市的选手以后一定有机会超越台中市甚至成为全国最优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场地跟国际接轨。现场会勘以后，体育署主秘嘛表示，真少伫个场馆内面看到遮尔大丛的树啊，就算要铁途重启，树木嘛爱先移栽。至于经费的部分。新建工程大约要1亿5000多万，加上电气的设备加非工程的其他费用，总经费大约超过2亿，还佫需要送行政院来核定。对此，立委林俊宪表示会来努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